你有冇諗過要點樣先可以清楚表達自己真正嘅想法呢？今日我哋嚟拆解下義呢個字啦。義字嘅結構好特別，佢係由上、中、下三層組成嘅，就好似一棟3層高嘅樓宇咁。最頂層係一個立字，代表你想表達意思之前，首先要端正咁企起身，準備好自己。中間嗰層就係約字，企好之後，跟住就要張開口講嘢，將你嘅想法講出嚟。但係單靠把口講係唔夠嘅，最底層必須放上一顆真誠嘅心，咁樣說話先會有分量。企起身，開口講，用心感受，呢3層疊埋一齊，就形成咗充滿重量同真誠嘅意思啦。寫呢個字都有技巧㗎。因為有3層，所以每一層都要寫得扁扁地，先唔會拉得太長。記住中間嘅弱字要寫得夠闊，咁樣先可以撐住上面嘅立，同時保護下面嘅心。明白咗呢個結構，下次寫或者表達心意嗰陣，就會更加感受到文字嘅力量。